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老伫中国乌北武汉的台湾人，昨昏总算坐到第2座的包机返来咱台湾，也可因为流程受到延误。资本讲昨昏尾暗5点要起飞的包机，是一直到半暝11点半左右才返来到咱台湾。另外一只东方航空的包机，甚至是翻点过半暝2点13分才起飞，透早4点外才到桃园机场。华航包机慢慢降落天气平，伫七早暗时11点半左右到台湾，原定七早尾暗5点就位武汉天河机场起飞。要载留伫武汉的台湾人返来的流程，外团有乘客无愿意配合检疫，甲机顶有人发烧，包机搁退回天气平处理才进行，所以延迟几点钟到9点外才起飞。那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差不多都有相隔在有一定的范围之内。对，目前大家都是在等候，在这个安检。那现在有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出来要查验。华航包机载旅客169人，以50人，机组人员12人，总共191人。东方航空包机伫11透早2点13分起飞，载192名旅客、3名医护人员，甲14名机组人员，总共209人。4点08分到桃园机场，旅客伫机顶用基本的防护设备，落飞机经过严格检疫证书了后，由游览车载到检疫所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经过两方协调了后，达成共识。第2批包机总算返来台湾，不过载送的过程状况真济。桃园机场方面甲检疫人员拢无愿意证实，只表示一切会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另外，顶一日对武汉返来咱台湾有迄有病少年囡仔甲伊的老母，经过14天的隔离，昨昏解禁嘛。亲戚朋友虽甲因接转去高雄，因无接受媒体访问，敢若有写批感谢各界斗3天。感谢所有卫福人员贴心的照顾。手提迄有病少年家无仔囝亲手写的批，顶头各有画2粒心。北区检疫所指挥官代替无仔囝2个人表达这段时间针对台湾第一线防疫人员的感谢。隔离所外口真侪媒体伫咧等待，选择用亲手写批来回应。无仔囝2个人伫咧早起8点50分左右，亲人送因到高雄。当然是比较轻松一点啦，在大陆是担心他被感染了，除非你自己在大陆已经有感染了，那你再回到台湾几乎是阻隔的环境几乎是不可能啦。今年1月初14岁迄有病少年家甲伊妈妈去武汉探亲，毋过因为疫情开始拖，武汉雄雄宣布封城。但是即个囡仔逐礼拜拢爱煮药啊，迄当阵妈妈敢若剩3车，面对断药的危机，迄当阵佫无坐到第1班包机返来台湾，落尾药啊佫透过当地代商来转送，一直到尾啊。因为武汉雄雄宣布封城半解除，无仔囝2个人拄四川成都坐飞轮机返来台湾，经过采检了后是阴性，即马佫经过14天的隔离时间，总算会当登去高雄的处理。在那没有医护资源的时候，妈妈都练习会跟小朋友打针。好，妈妈完全不是这个医护的背景。她说她在练习这些自己开始先从自己扎起啊。因为迄有病少年家的妈妈捌因为政府干是要派专机，佫有迄有病少年家国一个问题引起争议，叫网友攻击。伊原本已经甲面册关起来，顶一日佫重新拍开，不哩佫强调讲会针对放风声抹黑白讲的人会收集证据，而且保留法律的追诉权。若是敢要告网友，暂时无回应。另外，北区检疫所指挥官表示，迄有病少年家无仔囝2个人的体温和吸毒的状况真好，但是也是佫需要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昨昏咱国内加2个确定病例，其中有一个是第34个后生，另外一个是住下港出差对荷兰返来台湾的人，目前因拢在治疗。那即马咱台湾的确定病例有47例。北部病院群组感染佫拓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增加2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个是国内头一个依赖群组感染的指标个案，第34个妇人因后生，伊捌去病院甲过，毋过2届采检拢是阴性，一直到后来伊出现咳嗽的症状，第3届采检阳性才确诊，因为第34个仍然捌传染予一个清洁工、3个护理人员，第34个查囝，佫有共病房来陪伴家属，共病房住院的患者了后，即马佫传染予
互伊20外岁后生，第四这件群组感染事件，人数增加到9个人。6号到8号之间有症状的时候，那是已经算是经过了一段的潜伏期以后，开始出现发病、出现症状，所以这个时候采检，当然就是会有阳性的现象。若是另外新增加的一个确诊案例，是南部30外岁男性，伊伫咧3月初2到初5，甲2个同事去荷兰出差，返来了后3月初9出现小可发烧甲咳嗽。同一天叫医生看测检了后，确定致病，目前伫咧负压隔离病房，伊的2个同事是无症状。返国后，在3月9号有出现这个微烧跟这个干咳情形啊，所以在当天去就医。那个案因为有旅游史啊，所以院方就通报采检啊，那在今天确诊。指挥中心表示，照这个确诊个案发病进前的活动数来判断，伫咧境外感染的可能性较悬，会进一步来追踪共飞联机的旅客亲友，还佫有上班甲去看医生接触者的健康状况。目前累计国内武汉肺炎确诊个案数量有47个，已经有17个人解除隔离，其他病况真稳定，继续住院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14000例。咱来看最新的统计，中国即阵确定病例有80757例，死亡人数3137个人。咱台湾昨昏有加2例，目前咱台湾是47例，香港有119例，日本有581例，这是日本本土的数字。南韩是7513例，新加坡有166例。若中东的国家，伊朗疫情上严重，有8042例。若欧美的国家，意大利疫情上严重，已经超过1万例，有10149例。美国即阵嘛要挖1000例，有989例。法国甲德国已经超过1000例，伫法国有1888例，德国有1565例。若伫英国有373例。美国的武汉肺炎确定病例，即几日是直头增加，已经要挖1000例，死亡人数有29个人。疫情的遮尔严重，还佫有上界严重的这纽约区已经宣布讲，当地病例数较侪所在，新罗舍尼市要设封锁区，而且嘛要派阿兵哥去斗相共防疫。New Rochelle is a particular problem. It is what they call a cluster. The numbers have been going up. The numbers continue to go up. The numbers are going up unabated. 纽约州出现全美国上大的感染区，当地新罗谢尔市已经出现超过100例病例，占全州一半。州政府宣布，伫新罗谢尔市设立差不多1.6公里的封锁区。10日开始，当地学校、教堂、大型集会场所，过2礼拜，各派国民兵协助防疫。We're also going to use the National Guard in the containment area to deliver food to homes, to help with the cleaning of public spaces. 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美国病例接近1000例，死亡人数19人。美国保险公司初9也证实，伫华盛顿州制造工厂的一位员工确诊武汉肺炎。避免疫情扩开，民主党党内2大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已经取消7日暗时伫俄亥俄州的主席晚会。Pretty exciting times. 停伫奥克兰港的至尊公主号邮轮已经超过400名乘客落船，每一乘客会被送到指定的所在隔离或者是送医。加拿大乘客是会坐包机回国。כל מי שיגיע לישראל מחו"ל ייכנס לבידוד של 14 יום. זו החלטה קשה, אבל היא חיונית כדי לשמור על בריאות הציבור, ובריאות הציבור קודמת לפני הכל. 以色列初9暗时宣布，所国政策10日起无差别对外国入境者实施14天隔离措施，各禁止5000人以上聚会。当地有名宗教节日普林节游行也取消，也佫设置基金投资40亿新谢克尔，差不多新台币340亿来协助因为病毒重创企业。欧洲部分，德国、法国、西班牙过去24小时新增加病例拢超过200例，确诊病例数破1500例。波兰也超过20例。武装部队总司令部指挥官米卡7日传出确诊。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意大利的疫情，目前已经超过1万例，确定病例有11149例，631个人死亡。意大利的政府已经宣布讲，因全国拢要封锁，无代志上好唔通刷叮当。若伫意大利的旅客是会使离开的，要毋过若是有居留证、有上中国籍的人袂使。除非讲要放弃居留权，咱政府即马是讲，目前伫咧意大利北部的台商甲学生囡仔，还有侨胞，即马算的大约有450个台湾人。意大利疫情恶化，外交部在2月27已经宣布，意大利是红灯警示，呼吁台湾人避免进入已经列管的北部疫区。意大利初5起已经无台湾旅行团，不过即阵在意大利的台湾人，包括学生侨胞，大约有450人等个啊。如果有任何人需要离开的话，我们会提供他们选项。现在还是可以离开。那如果说要包机的话，在现阶段应该是有困难，因为意大利已经宣布跟台湾停航了。作为意大利代表处公告，意大利政府上新规定，台湾籍旅客用直接出境，不过若是提居留证的台湾学生、台湾干部会受到管制，除非放弃居留权利。提台湾、意大利双层国籍也被看作意大利人不用离境，除非有重大急难提出证明、签责任声明。另外，若是提咱国有效护照的旅客、侨民学生，在新军区各国转机，也是以观光事由免新军签证台步等，暂时无受影响。民众坐飞行机时，由各国对意大利出发的班机旅客规定无同款，提醒应该向航空公司确认，以免互买载也是遣返。我们是呼吁国人，如果是在意大利的话，是要尽速离境的。不过，有意大利当地侨胞讲，除非要去别个省份，若无伫当地米兰城市内底大众交通运输依然正常，路会看到警察随机来检查。不过，也讲意大利当局的封城消息是真混乱，应该是加强管制。临时用封城这个讲法会引起惊吓。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受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油价8月大落25%，这是1991年波斯湾战争以来落上忝的一日。国际的原油落价，所以嘛打算讲，咱后礼拜国内的油价嘛会跟着落价。95的无烟汽油，每公升只有剩21块8，若柴油会落搁较济，落价是落4块银，每公升只剩17块7。来看联合报，去年在根据统计发生交通事故了后，一个月内死亡的人数有2865个人，这是最近4冬来上悬的数字。根据统计，啉烧酒赛车造成死亡的案件是有减真济，也毋过65岁以上的老大人，若是出车祸死亡，有变济有1159个人，其中有一半拢是因为骑奥多摆出车祸死亡的。来看自由时报，因为武汉肺炎，防隔离也是居家检疫者的人补偿的办法，即马出来啊！那总讲爱防隔离，也是爱照顾防隔离者无法度去上班的人，一日会当领到1000块，上济会当领14天，就是有14000块。啊，毋过那总讲公司已经有发薪水互你啊，公司是无扣薪水的，安尼就袂使领。今年正月15进前，下注价的人拢准算。来关心咱台湾，来咱台湾表演的澳洲音乐家，登去澳洲了后，发现讲去为着武汉肺炎，咱台湾这边的国家交响乐团的总监吕小嘉，昨昏是写公开批，讲造成社会惊吓，向社会回示的。澳洲音乐家布莱特·迪恩2月底到3月初，伫国家音乐厅公开表演。不过，登去澳洲了后，才确诊为着武汉肺炎，影响145个人爱居家隔离。国家交响乐团的总监吕小嘉初10伫人面册发表公开批表示，经过即届的事件，伊亲身体验到肺炎甲咱的距离原来是遮尔啊近。即届的事件造成社会大众的惊吓，伊对大众是感觉真失礼。致上最深的歉意。从事情结束后，我们也做了整体的探讨跟检讨。那确实在很多的地方都有可以进步的空间。公开批内底嘛有讲到，伫一个较幼路的处理，因确实看清病毒的严重性，部分的措施做了无够完整，也若有啥物流程爱检讨的，国家交响乐团是无加说明。第一时间是先对于所有受影响人的安顿，那这个部分整理之后，我们一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迪恩伫台湾的时阵就已经有证状，伫国家音乐厅做伙演出的音乐家，包括台湾艺术大学等等3间学校，相关上课的课程暂停。而且布莱特·迪恩初七嘛发表文章，对台湾音乐家的关心表示感谢。不过迪恩嘛表示，伫台湾排练的期间，伊有去看医生，迄个时阵医生有开药啊，不过甲伊讲无需要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台湾的医疗机构嘛无对伊采取更较侪的措施。迪恩表示，一直到伊转去澳洲，进一步要求体检才确诊。迪恩嘛希望透过伊的分享，大家会当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做伙来关心天气。今日继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咧东半部、西半部的山区、甲金门有局部低阵雨，那其他的所在拢是侪云。咱来看云图。虽然方面离开啊，也毋过冷气团也伫咧无落雨，毋过天气是有淡薄仔寒。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减弱，温度就会回升，也毋过各有方面会瓦紧。伫咧北部、东半部、金门、马祖，明仔载会有局部低阵雨。那伫咧西半部、金门、马祖有的所在云是较低，所以会熬大蒙。温度方面，今日受冷气团影响，各地早起的温度低温差不多是15度到17度。那日时温度普遍嘛是较低的，东部高温是20度，那北部高温22度，中南部高温嘛是25度左右，也毋过明仔载温度就会豆豆回升。前2日啊，方面到位，中部以北雨水较高，考旱即嘛有头改，水利署是把握机会实施2波的人工雨，甲水汽变雨水。亲像伫咧北部的石门水库，也有中部的明德水库，拢有欠着水，所以咱的民生用水到5月底拢无问题。地面阵阵的白烟，天顶的雨势愈来愈大。苗栗明德水库的工作人员利用半暝收2机绿化探验者，想要趁这波方面增加落雨的量。同时进行人工催化，也有中北部几个水库的集水区。为把握方面来机会，工作人员走规暝观察，找到暗时9点外，甲车闸透早点外，分别实施2波净雨作业。以苗栗明德水库来讲，到车闸中道已经增加29万吨的水量。封面它是会移动的嘛，那我们只要天气许可的情况之下，我们点这个烟剂，让它能够凝结水汽，然后尽量能够降在集水区，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一个成效啦。但其实这个要看天候的状况。亲像北部的翡翠水库进水量为107.3到128万立方公尺，中部的明德李鱼潭拢有明显的积水。前一阵仔伫要建底的无声水库也为6.8万，已经有11.6万立方公尺。甲车闸中道翡翠水库调水量将近8成，苗栗明德甲李鱼潭拢5成，无声甲闸门水库也增加不少。民生及产业用水到5月底之前都能够获得。这个供水，从今年的降雨来看的话，它跟往年的平均也略微偏少了一点。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水库的这个蓄水量都还跟往年相比都还算属于正常。水利署表示，这波落雨为中部以北水库带来总共1600万吨的水量，民生用水到5月底进行拢无问题。落雨相对较少的南部，应透过减水灌溉甲区域调度分配水资源，也看情形搁做人工催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镜头来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透早是去疫情上界严重的乌北加武汉去视察防疫工作，也毋过为着要避免互民众甲抗议，警察是甲顾调调。中国官方认定疫情已经较稳定了后，国家主席习近平车备坐飞轮机飞去乌北武汉来视察防疫工作，引起各界关心。伊搭落飞轮机就去火神山病院，嘛透过视讯来慰问前线医疗人员甲住院患者。毋过，副总理孙春兰初5去武汉其他社区颠倒去民众抗议是伫表演，那就为着避免意外，搁一届来发生。中国电信密室就标出官方用安全检查的名义，每一户安排2个穿防护衫的警察伫遐，而且搁有送米、猪肉等等的民生物资，保证习近平视察顺利。根据中国卫健委初9上新疫情的状况，过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降到19例，比前一天确诊40例减少一半。毋过也是有19个乌北确诊患者死亡。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继续向好。3月9日，武汉新增确诊病例
首次降至20例以下。湖北除武汉外，已连续5日无新增确诊病例。国务院是为了帮助产业农户赶紧恢复生产力，提出小额信贷政策，针对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度早起工行节的人，会当延期半年，未留下不良贷款的记录。若是伫咧武汉专门收治轻症患者的14间方舱病院，自开始以来救超过12000个患者，武汉每4个患者内底都有一个捌大过。车站对外正式宣布，全部关起来休仓。记者综合报道。那日本亲像发生病院内底的群组感染，互日本的感染人数直透地增加。另外，伫南韩，即马确定病例已经有超过7500例，而且伫咧首尔一间服务中心嘛发生群组感染。顶下卡员工挂喙暗排队等待接受检疫，南韩首尔一间电话客户服务中心的员工爆发群组感染，确定为着职员加属甲相关人员至少60个人，和首尔市府紧急对规栋大楼的职员进行检疫。 이제 엘리베이터가 총 2개가 있는데 짝수 홀수로 나눠서 이제 운영이 되고 있습니다. 저는 이제 같은 홀수층을 이제 사용하던 7층의 근무자고요. 지난 한 달간 엘리베이터에 손소독제가 비치되어 있던 적이 없고 무엇보다도 콜센터에서 근무하는 인원들이 출근 시간과 퇴근 시간이 모두 같다는 점에서 爆发感染的所在伫大楼的11楼，为初时开始，陆续有职员确诊为着。目前规栋大楼已经封锁进行消毒，嘛对共楼的150多个员工采检。南韩政府分析，全球疫情发现死亡率较悬的拢是老大人，其中查甫人的死亡率较悬。目前南韩有低一半的患者年岁拢伫40岁以下，和疫情的指数率较低。 그다음에 그 인구 분포를 보면은 중국에 비해서는 젊은 연령의 인구가 좀 많은 것이 사망률이 낮은 가능성도 있는 걸로 저희가 판단이 됩니다. 来看日本的疫情，初到暗时，并可迄暝至仁惠病院技术爆发病院内感染，一名50多岁护理师伫初次确诊，初早阁有40多岁护理师甲60多岁病人围着，这病人拢伫同一栋建筑工课，所以怀疑可能是病院内感染。另外，受到疫情影响，日本职业野球的开幕比赛本地伫20号举行，延期到4月中。东京奥运虽然无要停办，也毋过奥运盛会会伫20号到日本，伫公社的欢迎仪式参加人数会为1000人减少到250个人，而且伫26号为福岛开始团盛会的时阵，会继续观众伫现场看。目前日本政府嘛伫计划第2波的经济应对策略，会先禁止意大利北部，也是最近捌去过迄边的人入境日本。这嘛是日本头一届对欧洲国家实施入境限制。 为15号开始，卖禁止网络登媒催暗，违法的人会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100万日票以下罚款。另外，日本内阁彻查通过了紧急状态宣言的法案，11号会亲自将议院审理，并并13号通过，14号开始实施。 若是北韩进前宣布解除隔离的措施，和真侪国家的外交官坐飞行机撤离到俄罗斯海参崴的大使馆，各个伫北韩的大使馆嘛为初9开始暂时关闭。记者连线报道。 阿富汗伫去年9月份举行大选，随望现任的总统贾尼成功连任，也毋过甲伊车拼的行政长官阿布杜拉，经过半冬了后，也是无认输。初9的时，阿富汗就2场总统就职典礼，但阿富汗有2个总统。 阿富汗总统加尼伫连任成功的就职典礼中，话才讲到一半尔，就雄雄传来连续爆炸的声音。边仔安全人员赶紧来保护加尼。伫画面上也看会到部分民众真惊吓，四界伫找暗号所在。毋过加尼认为小小的爆炸根本无算啥物。 加尼在就职演说中强调，甲塔利班的和谈是阿富汗未来稳定发展不可欠缺的要素。 اگر قرار است صلح با طالبان مانع داعش نشود و این گروه بی‌معنا و بی‌ریشه در فرهنگ و جامعه ما باز هم مردم ما را قتل عام کند پس نیاز داریم که بپرسیم ابعاد صلح چه خواهد بود 去年9月阿富汗总统大选，加尼也对手1点赢得连任，也毋过开票计票过程真长。挑战者阿布杜拉认为，
规个庭书是充满弊端，拒绝承认这个选举的结果。因此，在今年就职典礼同时，也在另外一个无远的所在，家己举办就职典礼。ما در زمان انتخابات به مردم تعهد داده بودیم که حکومت برآمده از تقلب را نمیپذیریم و به این تعهد خود پابندیم. 今年在就职宣誓当时，现场传出爆炸攻击，而阿波多拉前几天也都闪过一场恐怖攻击。不过，法新社的报道认为，比3不5时发生的暴力事件，变做2个总统出来造成政坛分裂，伤害更加大。报道引用政治分析家的话讲，这个无团结的政府一定对荷兰不利。所以，美国甲主要西方国家代表虽然拢参加今年的就职典礼，不过伊愿希望用出席今年甲阿波多拉两边的阵营，坐来好好讲来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第3月底就要提掉英国王室身份的 Harry 王子甲伊的牵手梅根，因两阿某伫拜一伫参加煞王室最后一届的公务行程了后，因就无王室公开活动啊。穿着性臃肿的梅根王妃，礼拜一甲哈利王子出现伫西敏寺参加大英国协日庆典活动，这是翁某两人，较无出现伫王室进前最后一摆出席皇室公开的行程。两人甲已经到场的政要贵宾、首相强生等人亲切爱写字，啊，毋过因甲随后到位的威廉王子甲凯特王妃无啥物互动，连位也被分别摆伫正后排。穿红衫的凯特虽然穿的是旧衫，啊，毋过优雅大方。英国媒体马上以红着对决评论凯特甲梅根的造型。另外，伫会场外口是组织袂少爱护皇室的人，因为哈利翁某已经慢慢将生活重心刷往加拿大，未来要看到皇室家族全家出席活动的情形，已经是愈来愈困难了。Oh, it's very, very sad. I'm very, very sad because, look, I supported them. I was at their wedding in Windsor. They are doing a great job, but privately, they've taken their own decision that they are leaving UK to pursue another career. I think that we feel privileged that they would choose our country, that they like to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in outside of the UK. However, I know that that might be a strain on their family. 哈利甲梅根2个月前决定无爱资深王室成员身份，寻求经济独立。女王后来开家庭会议，同意这个决定。未来哈利依然有王子身份，啊，不过翁某2个人未当使用殿下这名号，也免使用皇家名字，因未来应透过演讲者方式趁钱，啊，不过也要付家己的慰安费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转来咱国内，行名买水暗2点控改良的制度，确定伫咧明仔拜四要先试办1礼拜。乡亲会当摕健保卡，也是用自然人凭证去网络的平台注文，无就是用手机 APP 的健保快易通嘛会使买。若是要买的人收过头济，就要抽扣啊。每一张订单，民众要加纳7块银，这7块是送货的钱。翠暗是名在网络订买超商提货，这礼拜四开始试营运，3月12到18开放1礼拜时间订买。民众透过健保卡，也是自然人凭证登入平台，也是以手机健保快易通 APP 去买。3月19会收到简讯通知缴钱，3月26到4月初1用手机到超商提货，每一笔订单要付7块的物流处理费。压力的测试有在升等哈，那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有1个礼拜你都可以来预约。那所以呢，假设这个来预约的人远多于我们的预期的时候，恐怕我们就会还是需要抽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醒，订买时间有7天，要买的人若是比翠暗的数量较多，就要抽签，毋是先抢先赢。民众免先抢要买，网络购买原则甲实体通路同款，7天3个。伫网络买的民众7天内若是到实体通路买，插健保卡就发现买过了。如果能够都公平、公正、公开，那当然，但是没问题啊，因为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因为台北市几乎是他开卖1个小时就卖光了，那下班回来是绝对没有的，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方案对都会地区的人来讲是蛮方便的。这波网络试营运，敢提供大人翠暗，初步会使提供700万个，大约233万人份。指挥中心讲，订买量大，包总是一大挑战，会看试营运的情形，再过来调整。
因伫网络买的消息发布了后，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7点钟内底，一日都6000人次登录注册，就出现闪退情形。上侪人的时阵相当平常时流量10倍。健保署表示已经增加主机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后个月就是清明啊，国内有专家是提出警告，烦恼讲到时会有济台商对中港澳转来咱台湾陪忙，惊讲会增加社区传播的风险。清明随要到啊，国内有专家提出警告，武汉肺炎防疫会面临重大挑战，因为可能有真侪对中港澳转来台湾陪忙的人，若是有轻症也是无症状患者，难伫内底，伊佫无落实大肆暗加检查，可能会互社区传播风险大大增加。你根本不知道随便进来一个旅客是不是就是一个轻症或无症状的人，那他就会进入我们的社区啊，所以基本上这个整个防护措施是要一路落实到疫情走下坡为止。若爱防堵中国移入可能病例，嘛爱防止其他国家境外移入造成第二波疫情。专家讲，亚洲地区亲像日本、韩国，欧美地区亲像意大利、美国这些国家，最近的确诊病例数快速上升。台湾伫未用锁国情况下，因为爱想办法加防线收掉咧。欧洲、意大利个案很多，其实一大堆国家也都有个案了哈。然后中东、伊朗目前是个大问题，其实其他国家说不定也都开始陆陆续续有个案。所以现在就是全世界都在一个往上跑的一个阶段。而这波疫情什么时阵会落来？中国大陆防疫专家钟南山有讲，全球疫情至少拖到6月。不过，咱国专家却是无这么乐观，因为引起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即阵正向南半球这国家拓开，已经有流感化情形。爱等到疫苗也是治疗药物出现了后，疫情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来看，今年热天就要举办东京奥运啊！咱台湾无甚久，伫咧资格赛顶头有摕到4张参加东京奥运的门票，而且女子的选手陈念琴甚至有希望把奥运的金牌摕回来。我想要进入奥运那是梦想，但现在的是奥运金牌是我的目标。拍败蒙古，先摕到女子69公斤级的东京奥运门票。陈念琴搁拍败泰国选手进入金牌战，让陈念琴搁较有信心，进军东奥目标，要争取金牌。4年一次，你知道陈年组的技术水准啊，还有一切的心理稳定度，那都是最好的。那能够进入奥运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准备了至少10年以上。所以这些选手，他们都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所以我觉得，不管尽管今天拿到了第1名，还没进入奥运，每一个人都要战战兢兢的、非常稳定、非常认真的去面对之后的训练。资格赛不止陈念琴交出好成绩，57公斤级别林玉婷也进入金牌战，击败进军东奥。台湾步胜区努力大爆发，22岁黄晓雯加21岁吴思琪也拢摕到门票，4人斗阵要为台湾拼奖牌。记者综合报道。2018年，普悠玛冰车造成18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检察院昨昏是单迄铁路局前局长，也有机务处的前副处长，甲综合调度所的所长，认定讲这3个人失职。代替是表示讲，因尊重检察院的决定。2018年10月2日，普悠玛列车败尾事故造成18个人死亡，200多个人受伤。检察院查找认定代替局前局长陆吉新、机务处前副处长刘灿宏，也有综合调度所的所长吴英钦3个人，因为无甲 ATP 紧急防护装置列入验收的项目，也无善尽督导的责任，认为失职的事实真明确，以11比0的票数通过这3个人的弹劾案。整个的验收跟这个程序上呢，都由这个副处长来审定、同意并结刑哈，所以我们追究这个副处长。检察院经过审查了后，判定普悠玛败尾原因包括列车胖浦出现异常的状况，列车超速防护的系统 ATP 去互关掉，也有管端监视系统无连线。监察委员李桂德指出，代志发生之前，其实代替 ATP 故障去互登记的记录就有631个，即期代替长年以来对列车安全系统的保养也有检测的工作拢无重视，对这个代志代替也做出回应。他如果说有故障或者关闭的话，那调度所这边它本身的机器如果有连线的话，它也要发出警讯，通知驾驶员你不能关嘛，都没有处理，我们都有行政院有成立一个那个改善的那个小组嘛，就是要我们台铁局有一个
那个改善进度。好，他们是由行政院、交通部铁道局督导的。好，就是台铁的体制改善的一个进度。针对弹劾案，台铁表示，这阵也无接到正式的公文书，不过会尊重监察院的决定。调查本案的监察委员陈庆财是认为，台铁人力也有经费不够，并不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认为台铁应该要加强内部的管理，也有设备安全维护的工作，才袂互同款的悲剧搁再发生。记者阿敏金陈玉水台北报道。那顶年9月份，成大病院是发生开刀房的凶杀案。当时是因为同事之间的冲突，体外宣传师林光武举刀甲2个同事抬着伤。1审的时，伊互判1年有期徒刑；那2审，伊互改判2年10个月有期徒刑。林光武伊本人是感觉对这个判决真失望。那成大病院是表示讲尊重司法。成大病院伫咧2018年9月28开刀房发生甲人抬着伤的案件，迄当阵是心脏外科的体外宣传师林光武举刀甲社大的女组长甲小学的医生拄着伤。1审以伤害罪甲医疗法判刑1档，毋过2审台南高分院该外杀人未遂案判刑2年10个月。被告持蝴蝶刀的利器，共猛刺被害人重要部位达7刀，而且经过在场的医生阻止，仍然朝被害人的重要部位猛刺，所以本院认为被告确实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医方认为讲林光武伫咧主观上是超故意杀害被害人，所以撤销1审认定的伤害罪。若是林光武是讲家己的犯罪动机是长期伫咧上班去互霸凌，毋过经过调查无实际证据。2审被以杀人未遂起诉，但是心里是蛮失望的。然后可以去和律师再讨论看后续怎么处理。对于这样的结果，护士工会非常的失望，但是我们还是支持就是林光宇上诉，因为我们认为不管在1审或者是监察院或者是工程会，都很清楚明确的认定是有职场霸凌案。林光武亲身来法庭，针对判决的结果感觉真失望。伊伫咧去年11月份复职了后，去互派去成大病院到6分院。成大病院发布新闻稿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若是林光武未来业务会维持工作压力较轻的医术行政业务，袂因为判决转来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甲乡亲，咱来看樱花。伫新竹的关武山庄有一丛80年樱花树，红讲是樱花王。这丛樱花树即马花蕊正咧开，要看花的乡亲爱趁机会，只有3礼拜时间。规大片纯白花蕊伫樱花树仔顶悬开甲甜甜甜，看起来是真有气氛。这是云林县关武森林游乐园，即马是武汉肺炎的期间，民众出去佚佗，大部分拢会经室外，所以这无论是平常时啊，还是假日，拢会请真侪游客来佚佗。这边空气好啊，然后刚好就是樱花开这样子，对，就比较不会怕肺炎。会，对，不会。今年开的还蛮茂密的，而且第一次看到这种洁白色的樱花，非常的漂亮。雾社樱是台湾特有种，上早伫雾社去互发现，所以就用雾社来号名。其中是关武这丛上界出名，树仔有14公尺悬，树龄上少有80年，所以常常封叫做雾社樱王。花期差不多1个礼拜就开始了，可是假如像这个天气可以到3个礼拜、4个礼拜。我们这个是对林务局 OT 案的譬如说这棵树，假如我们没有跟它看好、照顾好，要赔270万。还有旁边那一棵叉树啊，台湾叉树那也是国宝级的，它是我要赔97万，就是在我们的合约里面。所以说我对这棵树每天都跟它祈祷要好好的今年花况真的特别好。新竹林区管理处表示，园区已经专门加强防疫的工作，每天拢会对环境进行清洁甲消毒的作业。目前进入樱花大开的时阵，有兴趣的民众会当赶紧把握未来3礼拜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梅仔麻烦讲唔嘛，伫台东已经连续3冬梅仔农欠收。本地是想讲，因为去年无啥风台，所以今年产量应该袂歹。不过因为天气伤热，梅仔花拢冷去。台东县政府即马是表示讲，农民会使去申请农业补助。
大东县差不多有要挖700家的梅仔园，逐当3月就通豆豆啊收成。3年来，梅仔的采收状况真歹，原地种梅仔的人阁想讲旧年无风台，今年梅仔就会大出。毋过农民来到园里，才发觉梅仔要细细粒啊，而且逐丛价格嘛只会当收50斤，差不多是过去的2成。看起来农民阁要失望啊！我看这个可能2成到3成的，以前都是几乎整个梅子树都是结果累累啊。如果要结果的话，你碰到下雨的时候就完蛋了。农民讲，其实今年梅花开甲真好，毋过今年拄好拄着雨水高，气温阁悬，梅花拢拍甲打冷去啊。就算有高粉嘛无完全，互梅仔落个规涂骹。今年是直接在树上，就是像我们在晒梅花干这样子，就在树上就干掉。梅仔的收成需要大量人工，农民讲今年的状况，若准备采收，就一定会了钱。但当县政府表示讲，农民会当向乡镇公所申报进行调查，毋过敢通争取到天然灾的救助，这就要等农委会去看了后，才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分林的轮背，在地有一个观音妈庙，有流传一个拔米箩仪式，村民会透过拔米箩来判断讲今年的收成敢好，而且这个仪式已经流传100年以上，即嘛是望讲会当把这个活动当做无形的文化资产，把这个文化传落去。甲米箩带来迄过庙的厝顶，若是米箩落地时阵是徛正正，就代表今年的农作物会大丰收。云林仑背乡水班头社区有一个特别的仪式拔米箩，在地村民会根据米箩倒向倒一边来判断今年的作物收成是好也是歹。到今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我嘛歹讲啦，迄种我讲的手头甲呾。是新民讲吼，咱今年冬的种植是要种什么物件较好拔，拔讲今年冬的收成好啊有歹。过去因为科技无遐进步，所以老一辈的农民就会拔米箩来称示新明。虽然讲即马已经有气象预报，但是拔米箩已经成做水班头社区居民的习惯，嘛是地方特有的文化。也毋过嘛是因为时代的转变，有的少年人已经无信这套，甚至连即寡米箩拢已经用足久，拢歹去啊。村民只好家己修理，加用一冬算一冬。到这拼的时候，大部分这孙像你像2届好用啦，开了阮就爱搁加强，搁搁补上去啊。为着把这个特殊的文化保存落来，彰县市已经甲县府提报，希望把这个活动列做无形文化资产。嘛透过举办活动，互更较侪人来体验，希望会当互拔米箩这项文化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关心，为着要防疫，大家是步速进展。亲像台电电机系，因即摆就开发一台防疫1号，甲传统下头的泵针改咧，成本只要开3000块尔，即马唔免人工来操作，就会当自动甲人泵体温。去台大电子学院，无按外线感测器，也免人斗相共量体温，全靠这台非接触式自动量下温装置防疫1号。比一声为反射镜看到下头温度无超过37.5度，手顺势感应酒精完成清洁过程5到7秒，是电机系技正刘正新博士所设计，利用红外线感应是毋是有人挖紧启动量下温，运用电工知识装置电源，一台无充电功能的装置，只要3400外块。那个额温枪是比较适合就是手握式的，做温度警示的设定啊，如果超过警报的话，它就会声音不一样。这张设计图公开伫学院甲系上的网络，已经接到10外通的电话。电机系主任吴忠志讲，这波疫情伫真侪所在，拢需要一寡电机技术的发明甲卡数。现在因为大家都怕接触这个接触那个，那就用这种非接触式的凌空，你就可以按电梯点选楼层等等等等，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技术是我想电机资讯的技术都可以发挥进来的。金厂商导致量产进程，这装置会利用伫电机系个人申请自家笔试顶悬。考生一进来的这个我们会就是利用各种装置先做这个额温的这个量测啦那希望就是如果是有感染之余的这个同学，我们会有特殊的这个场地让他应考
电子学院指出，未来还会利用物联网技术，收集量测数据进行后端处理，升级为防疫治好。这学期也开专案课程或者是期末专题，来提升学生的实作能力。记者综合报道。那咱高中的学生囡仔嘛真高，台中高工电子科的学生囡仔就家己制作下头的大针，而且结合分段系统，甲体温磅磅的这些资料电子化，互学校的防疫更加有效率。加电焊线，豆豆啊，甲电路板扩地连起来。台中高工电子科的学生利用3D 列印的技术做导针的厂花，然后再甲温度的感测器，也佮有显示温度的面板接做伙。经过真侪摆测试，总算创出这个形体简单不过非常精准的导针。洗完这个电路板之后，用Arduino烧入程式到这个板子里面，然后再把一些材料，比如说 OLED 萤幕，还有蜂鸣器跟温度的感测器这些装配到刚印刷完的电路板上面，然后这样子就可以量体温了。因应武汉肺炎继续传，即阵入去学校拢着爱磅体温。即马台中高工的学生发明这个专门量下温的导针，也互学校防疫的工作更加有效率。因为呢，电子科平常就在做有关于我们相关生物医学方面的一些的研究，所以这一个部分所出来的额温枪呢，是符合医疗急用的，而且非常的精准，开发出来是既准又快又好。校方也结合分段的技术，连接所有收集到的体温资料，通好随时掌握大家的身体状况，方便即时追踪也有通报。记者综合报道。那伫花莲是有一阵少年家真介意冒险，大自然就是因上课的所在。伊嘛毋若家己冒险，嘛教大家安那冒险较安全的一寡技术甲知识，而且讲爱保护环境上重要。伊暗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梦，带乡亲咱做伙对因的脚步来冒险。甲一般学校学到的正规教育无同，花莲有一群少年人，做目前台湾较欠缺的户外教育活动，透过课程野队，传播户外安全的知识和技术。用独木舟嘛，用单车旅行啊，用爬山啦，用溯溪啊，迄敢若工具尔，就亲像艺术治疗啊、音乐治疗啊，无共款的方法咧做教育，阮是用户外活动。做户外教育的工课并无轻巧，伫现场林演兴引带有意愿的少年人哪做哪学，用兴趣顾巴肚。我嘛感觉这件代志应该是会当互大家会当生存的嘛，所以我一直用会当做正式头路的这块目标咧经营。这10月冬来，共合作用带各年龄层的学生、弱势家庭的囡仔，佮有机关团体大人，创造学习的趣味，互学员看到家己的价值，团队的成员嘛在咧成长。加油！骑稳就好了，小鬼。因为我是住那个机构长大的，所以我小时候不是很乖很皮。那来这边接触户外活动之后，我现在有一点。慢慢改变了，那我也想要借自己一点力量如果可以的话，也帮助可能以前跟我一样的小朋友。虽然成员来来去去，不过这的少年人拢有共同的特质，因介意大自然，嘛愿意付出家己的心力，发挥自身小小的影响力。记者吴定武、柯宏耀花莲采访报道。讲台语当着时，要学台语嘛使轻松佮趣味。公司台语台即个是甲华视合作，有推出新的台语节目，是台语的教学节目《台语我上赞》，邀请艺人用台语来出外景、出任务、佮演地剧，互这讲台语会当心实佮笑开。有想要甲杀断去无？少年艺人出外景专程讲台语，接受任务挑战。虽然有一寡人台语讲了无遮尔认真，不过边仔有专业的台语顾问随时指导，要互正确的台语会使融入生活。这是公司台语台和华视同齐合作推出的台语教学节目《台语我上赞》，希望透过这种深色佮趣味的方式，鼓励愈侪人同齐学上介文雅的台语。用欢喜的方式吼，
啊，侪艺人吼，伫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嘛是伫甲你训练的，总有老师吼伫边啊有头甲你纠正吼，啊，伊会甲你讲上水上优雅的台语。台语我上赞，毋但有做多者优配即寡外景的实景任务，会当了解在地文化，也邀请来宾用台语来扮演短剧。台语老师佫会提供正确的用词，要带观众对日常生活开始学台语，深入了解台语的文化内涵。咱的节目呢，其实足趣味的，毋但是演戏尔，咱佫有出外景。节目内容别出心裁，公司台语台台长卢东喜讲，希望大家会使对节目中轻松学台语，介意台语文化，互台语成做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家来看台语我上赞，台语斗阵学上介赞。记者李定台北报道。世界正新息，咱来去埃及。埃及上届古早的金字塔，经过14冬的整修了后，最近是要对外重新开放啊！带乡亲，咱做伙来看这一座有5000年历史的物件，你嘛咱先看先赢。伫塞加拉的左塞的金字塔，悬60公尺，由6层楼梯状平台向顶悬贴起来，俗称楼梯金字塔，是埃及第3王朝法老左塞尔下令起的，做家己死后的梦。古算起伫西元前2667年到前2648年之间，也是埃及上老的金字塔。2003年内部放弃，2006年展开修复工程，想要到2012年，因为阿拉伯之春革命，穆巴拉克露台工程受到拖延，一直到2015年开复施工最近才完成，互大家用伫14年后重新整治金字塔，建设这座建筑神奇。وهنا نتساءل كيف استطاع المهندس المعماري في القرن ال27 قبل الميلاد أن يخلي هرم كامل بهذا الحجم يكون موجود فوق بير عمقه 28 متر وعرضه 7 متر ويستمر بقاؤه 4700 سنة。内底通道真会弯弯翘翘，好亲像行入地下迷宫。到左塞尔法老王的梦室，才发现内底拢无共，啊，不过仍清楚看到大牛甲金属加强固定的痕迹。لا كان في بعض تساقط احجار من بئر الدفن وتم تدعيمها مع الانكر ده احنا لتثبيت الاحجار لمنع اي تساقط، والاحجار الخارجيه برضو اللي في جسم الهرم احنا تم تدعيم وحمايه طبعا لجسم الهرم خلال الفترة من 2006 حتى الآن。有研究指出，楼梯金字塔外形向顶一个真大王冠，不只是法老王的梦，也有互法老重生的目的。这金字塔不只展现建筑之美，也互大家对古埃及文明留着无限想象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新历3月初8是国际妇女节，过当天3月初9，墨西哥全国有几百万女性响应罢工，因无爱上班、无爱读册、无爱做家内事，嘛无摒厝内，要以无查某人的一日来提醒各界重视性别平等甲性别暴力。初9早起，墨西哥真侪爸爸带囡仔去上课、上班时间，走路面顶嘛，敢若看到查甫人，因为这是无女性的一天。全国的姐姐、妹妹、阿婆、阿嬷拢总休困，互同事甲头家，还佫有另外一半，或者是囝儿。体验看卖，若是身躯边的女性减少，生活中会出现偌济变化。啊，毋过上重要的是，要互大家开始注重墨西哥妇人人面对谋杀、绑票、性犯罪威胁，还佫有家庭甲工作场合欠缺平权的问题。饭店头家娘高美姿，佫因为安尼休困一天来配合。Tenía que ser algo que fuera así, ¿no? Como radical y tajante, en donde sí se viera la pérdida para todos, o sea, la ausencia, como dices, y la falta de nuestra presencia. 德雷总统欧布拉多的记者会现场拢无查某记者，初9墨西哥真侪大企业支持女性罢工的行动，答应讲共款互因薪水，有诶佫伫咧店的门口口，靠相关女权的叫啊设施啊大。巴西甲玻利维亚的女性嘛，延续3月初8国际妇女节的声势，伫个过当天初9支持妇女罢工的行动，强调性别歧视啊，佫有平权的议题。巴西抗议佫加一寡政治的气味，既是女性同党在极右派总统波索纳罗变做大家攻击的对象。伫咧初8圣保罗了后，初9文化首都里约热内卢嘛有真侪女性要求总统落台。记者综合报道。
天气报伫在今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咱的东半部、西半部山区、金门有局部地暂雨。那明仔载东北季风就会减弱，温度会大大回升。咱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2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到23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仔日讲这个时间，咱再会。